一次有個朋友咧就攞住我篇 post， 跟住走埋嚟同我講乜你寫呢篇文章啦，咁我就唔寫啦咁樣。咁我就同佢咁講，千祈唔好咁樣諗。有兩個原因，第一個原因咧就係我能夠接觸到嘅人咧，同你能夠接觸到嘅人咧係非常之唔同。即使有陣時咧數字上可能有差別，但係咧有陣時有啲人咧係我篇 post 永遠都接觸唔到，佢哋咧係需要你寫話俾佢聽某啲嘅知識嘅。另一樣嘢咧就係，即使當一刻咧我篇 post 嘅觸及率咧係高好多都好啦，可能咧你嗰篇 post 以後嘅某一日咧突然之間俾人揾得翻嘅時候咧，呢一篇 post 咧可能會為你帶嚟另一啲嘅機會，未必係當一刻嘅時間咧你就會即刻見到嗰個嘅效用嘅。所以咧，當你有任何嘅 idea、任何靈感去寫文章或者去錄一段嘅 video 嘅時候咧，就係當一刻就要去做，因為你永遠唔會知道你嗰篇文章喺幾時喺咩平台度俾人再推薦出嚟，然之後就可能為你帶嚟唔同嘅曝光，以至到最後有唔同嘅機會都唔定嘅。